我冲。看那边，时间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圣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诗篇33章20节这样说：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是的，主圣灵，我们的神啊，此时此刻你就在这里，就在这里运行。主啊，你是在前面带领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在前头为我们征战的神，好不好？如果你是这样相信的，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心，就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此时此刻，让我们与主连结。首先邀请弟兄姐妹们为你过去一个礼拜当中神对你的看顾与保守，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为我们自己无意中所犯的过错来认罪悔改，将自己再一次的成为活祭，献在主的面前，让神更多的来使用你，更多的来重用你。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感谢主，主圣灵今天就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天天的歌颂你。主感谢赞美。主啊，今早你的圣灵就在这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天天的来歌颂你，传扬你的救恩。凡有气息的，我们都要在你的面前里面欢呼赞美。主啊，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一切仇敌就要被捆绑，黑暗权势就要被震动，恶者的作为就要完全的被除灭。我们赞美你，你是得胜的神，你掌权直到永远。主耶稣，求你的宝血遮盖保护我们，命令一切的忧愁悲伤和痛苦苦毒都从我们的生命中除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得罪你，我们是有罪的人，忘记你对我们的爱，离开你的道路。求你来赦免我们的过犯，求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的能够来亲近你，用欢喜的心来服侍你，学习耶稣的样式，来走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又将我们的身心灵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恳求你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凡事丰盛，日日得胜。不管世界有多少黑暗，你的话带我走过一路。不管世界有多少烦恼，你的话赐我实在的平安。不管多少眼泪我曾流，一点一滴你都为我擦干。不管多少过去的失败，一脚一步你都带我走过。耶稣的爱为我钉在十架，耶稣的爱为我的罪流血，耶稣的恩典赐我完全新生命，耶稣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永远的依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家庭关系要维系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要破坏
才会却是一瞬间。我们不仅仅要为了我们自己家庭来祷告，也更要时时来为我们的属灵大家庭、教会的领袖们，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为了我们的教会属灵领袖来献上祷告，让他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有主的宝血遮盖，有弟兄姐妹的带导，也求主让我们在教会成为同心合一的教会，成为爱的教会。特别更为了身体病痛的弟兄姐妹、哀伤中的家庭来祷告，求主的医治、安慰就领到他们。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这是我们讲的爱的讲的心中祷告，求你用爱来遮盖我们，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用所爱的心中3月都是这样的感谢你，才能向我们来到我们中间也来复习的主耶稣，我们将我们爱的复想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用爱来遮盖我们。这是我们同心合一，将我们所爱的3位牧师、长职、各区长同工献上我们的祷告，恳求你赐下更多的恩膏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有更多的属灵智慧、能力与恩赐来面对种种的挑战。求你让他们在爱的遮盖中，使他们重新得力，身心灵都得健壮，奔跑不厌倦，行走不疲乏。主耶稣，我们人是软弱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一起用代祷来服侍他们；当他们不足的时候，用我们的爱的力量来帮助他们。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你爱我们，求你坚固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同心合一的教会，成为荣神益人的教会。怜悯的父，恳求你施行医治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们身上，去除病痛中一切疾病上带来的身体的痛苦，叫痛苦与衰弱离开你的儿女。主啊，也求你赐下安慰与世上家庭的亲人们同在，安慰一助，赐下安慰与盼望临在他们家属当中，亲自的拭去他们眼泪，成为他们的依靠。祈求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也为了今天牧师的讲道，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来看过我们今天牧师的讲道当中，求告神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里。我们来为了我们的牧师今日讲道来祷告。主啊，我们也为了牧师今日讲道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你的话语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跟随立志主，跟随主的道，为主所用，为主发光。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引领所有的服事同工，在今日的礼拜过程一切的顺利，越服事越甘甜，越服事越重新得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此时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不管世界有多少黑暗，你的话带我走过一路。不管世界有多少烦恼，你的话赐我实在的平安。不管多少眼泪我蒸馏，一点一滴你都为我擦干。不管多少过去的失败，一脚一步你都带我走过。不管多少眼泪我蒸馏，一点一滴你都
不管多少过去的失败，一朝一步你都带我走过。耶稣的爱为我钉在十字架，耶稣的爱为我的罪流血，耶稣的恩典赐我完全新生命，耶稣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耶稣的爱为我钉在十字架，耶稣的爱为我的罪流血，耶稣的恩典使我完全新生命，耶稣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耶稣的爱为我钉在十字架，耶稣的爱为我的罪流血，耶稣的恩典使我完全新生命，耶稣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永远的依靠。主啊，感谢你的爱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要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的荣美，让我们的眼光目光单单只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我们要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在你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开我耳，听见你的声音，开我眼，看见你的容颜，求你安慰我，轻声对我说，你是我神，你慈爱从未离开过，拯救我，用灵魂的手改变我，用你大能双手，求你释放我，圣灵来充满我，好让我一生能单单为你活。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主，你是我一切所有，唯有依靠你，我能走过所有一切悲伤和难过。主，你是我唯一所爱，主，你是我唯一所求，我要跟随你直到最后，这一生永不放弃，为你而活。开我耳，听见你的声音，开我眼，看见你的
说，你是我神，你慈爱从未离开过，拯救我，你的恩左手改变我，用你大能双手，求你释放我，圣灵来充满我，好让我一生能单单为你活。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主，你是我一切所有，唯有依靠你，我能走过所有一切悲伤和难过。主，你是我唯一所爱，主，你是我唯一所求，我要跟随你直到最后，这一生永不放弃，为你而活。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主，你是我
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主你是我一切所有，唯有依靠你，我们走过所有一切悲伤和难过。神是行神迹的神，主啊，你在绝望中赐下盼望。主，没有你不可能事，在你没有不可能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祷告。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和应许都完全成就。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祷告。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祷告。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成就。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是的，主啊，当我们奉你名来宣告的时候，你的应许、你的成就就要临到我们当中。神啊，感谢你在这个连续假，我们仍然
有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主面前，一起同心敬拜。我们确信，你要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时刻，圣灵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应许、你的恩典、你的祝福。神啊，愿今天的敬拜，我们用热情的诗歌敬拜你，我们也得着神给我们更多激励、力量、祝福跟恩典。愿神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成为荣耀神的敬拜。你在这边设立了你的宝座，就是我们最美好的祭坛。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一同齐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请大家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有2处，第一处圣经记载在启示录第2章1到7节，第二处圣经记载在罗马书第8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天使说，那位右手拿着7颗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所做的，你怎样辛勤工作，怎样忍耐。我也知道你不容忍坏人，曾考验过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不是使徒的人，认出他们是假冒的。你有信心，曾为我的缘故经历患难，从不退缩。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失去了当初对我的爱心。你想一想，你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你要悔改，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如果你不悔改，我要来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走。不过你有一个优点，就是你跟我一样恨恶尼哥拉派的所作所为。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他权力，吃上帝乐园中那生命树的果子。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献诗请圣歌队，今天要献唱的诗歌是《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献诗完，请本堂牧师夏牧师证道。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重回信仰初心。我
感谢主，我们一起用掌声也来赞美我们的神。谢谢圣歌队他2堂的服侍哈。这首诗歌我们听了有特别的感受，因为这首诗歌是我们台湾出名的圣乐作曲家萧泰然牧师萧泰然教授他的著作他是以前高雄盐城教会以前牧师牧会的教会出身的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哈。谢谢圣歌队他们2堂美好的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连续假了哈。看到第2堂很多年轻同工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连续假去外出，但是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领受神的祝福，也是非常棒哈。那等一下牧师讲道完，我们有一个服侍的祷告。那牧师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一直以为说生病了才到前面来。但是我的感动是说，你主要需要个别服侍的、祝福的都可以哈。特别是你有一个新的事工要开始，一个意向要开始，你有一个新的期待，或是你有心中有一些困难要突破的，或是你生活其他的事情要得神祝福的，都愿意到前面来。这个是一种信心的行动。也我们第2堂服侍同工比较少哈，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的代祷团队包括我们的小组长在场的，我们等一下一起一个热切的一个服侍神的祷告。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再开始分享我们的主的话语，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下恩典给我们，在连续假当中，我们能够在这个主你的主日一起聚集，是因为神要在特别的时刻将你美好的恩典、你所属灵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得到更多属灵的智慧跟能力。愿我们今天的聚会蒙神的恩典，每一样都得神的祝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只要是看到使徒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换句话说，他是写了7封信哈，就是对七个教会讲话了哈。那当然我们很多人对启示录7间教会都耳熟能详哈。不过再怎么说呢，还是对以弗所这间教会印象比较深刻，因为除了启示录的记载以外，我们知道有一本以弗所书，而且这本书是教会建立教会很重要的重量级的一本哈，虽然只有6章是保罗非常经典的一个教会建造的一本书哈。那我们如果从这段经文，我们稍微可以抓两个段落了哈。牧师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想说用2个礼拜来把这个信息来分享。头一段启示录你会看见说有神的一个指示，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天使，那表示这个话不是直接针对人而是一种意象，一种以这间教会做原型所产生的一种勉励，或是一种属灵的宣告。那当然这间教会所呈现的属灵状况，就是他这封信所要传达的哈。然后他又说，那右手拿着7颗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换句话说，7颗星、7个金灯台，在一个启示上面都在提起到说，就是那7间教会被拿着金灯台，表示一种在神的恩典或是在神所掌管的一个教会当中。然后他把前面的话讲完之后，第2节就直接讲了他对以弗所教会的宣告哈。那第二节等一下我们会分享。第2节是一种对以弗所教会的描述，或是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肯定哈。那第3点也是，但是第3节也是，但是你看第4节的时候，他突然间话题一转，但是前面的都 yes 对，打勾，倒是第4节说但是，那就知道说还有新的话题了哈。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好了啊，他责备什么？我们等一下一起分享哈。啊，第5节也是，而且他讲这个责备不是轻轻的责备哦，而是说，如果你不悔改啊，不改，那我就要把金灯台啊，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走。换句话说，那个7个灯台，你如果不悔改，这个其中就变成6个了哦。啊，这个在一个很深的一个警告或提醒了哈。不过讲到这边又多了一个优点，什么优点呢？他说啊，你恨恶尼哥拉派的所作所为哈。好了，那大概这一段话就是一个赞扬，一个责备，然后后面一个收尾的部分就是第6、第7节哈，他提了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他说圣灵将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要听。那圣灵说什么话，我们的耳朵听得到。听什么声音呢？牧师讲话你听得到，因为我们这个是肉体的声音呐，肉体的一个耳膜能听得到。问题是，他说圣灵啊，那圣灵而且有耳朵的，那表示它其中的含义更深入，对不对？你有属灵的耳朵可以听到这些话吗？而且最后的一句应许，他说得胜的人，我要赐他权力吃上帝乐园中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啊，所以因为内容太丰富了，牧师也没办法一次就把它讲完，我就分2个段落。那从这一段话里面，我要印证一句话，就是罗马书他所讲的。刚刚不是说圣灵所说的话有耳朵的要听吗？那这一段经文就是在回应了哈，回应到底怎么听呢？他说：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意思说，我有各种人的欲望，有人的软弱，有人各部分自己的主张或是固执的观念。但是说，当上帝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是要受圣灵管束。那我们可以印证刚刚读的第7节哈，圣灵说的话，你有耳朵就要听，那等于是你这个耳朵是愿意受管束的耳朵啊。愿意听的耳朵啊，那就是我们整个完整信息用几句话来做一个前言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约翰跟以弗所教会讲了什么话。他写信，或是说应该是说对以弗所教会的宣告哈。第一个是他很多肯定，很多的一个赞美哈。好了，那这些赞美，如果不听下面的，你都说这一间教会太完美了，什么事情都被赞美到了啊。不过为什么会急转直下？第一个，我们把经文做一点整理。第一个是行为正直，辛勤工作，又会忍耐。啊，这个是对一般年轻人如果这样讲的话，真的是很优秀，对不对哈？啊，我们现在很多，当然不要误会说年轻人被贬了，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新的一代的年轻人哈，真的要找了一个很棒的员工哈，他行为正直、辛勤工作、又会忍耐的不多，而且很会为自己的权利争取。那可能新时代的年轻人，他本身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啦。但是如果真的讲到这一点，真的是这不会嫌弃了，对吧？哈，就是真的是很棒的年轻人嘛。但是从以弗所教会被这样称赞。他怎么称赞呢？约翰说：“我知道你所做的，你怎样辛勤工作，怎样忍耐，表示这一切都是值得肯定的哈。”第二个，他还嫉恶如仇了，对作恶的人不容忍，不姑息，不敷衍。2节 B 说：“我也知道你不容忍坏人。”啊，这些也是算是很仗义直言那一种啊，或是说非常的那个。不跟恶妥协那一种，那个性很强的哈。有时候在这个社会或这个团体当中有这样的人出来仗义直言，你会觉得说好嘎仔不然大家都被压得死死的哈。那也是优点啊。那第3个更是优点，他说严格实践真理，用智慧清除异端、虚伪的骗徒。2B 他说曾考验那些自称是使徒而且其实不是使徒的人，认出他们是假冒的。哇！不只是坚持真理，而且还用智慧，等于是把那个虚伪的假面具把它调出来，让它露脸，或是让它这个被拆穿了哈。
你知道我们台湾一个很大的产业是什么？叫做诈骗集团。我说台湾人聪明到那么地步有人以这个为常业，你知道吗？哇，要辨识出他的诈骗轨迹真的日新又新啊！你看要6000元都还没看到什么，人家已经开始在讲说你要领6000，政府要给你6000元了。哇，那表示以弗所他们不止有这样的坚持，有这样的真理的坚持，而且他们这个好像有洁癖一样，不容忍任何的脏污在里面，而且还有很厉害，把那些骗子都把它揭穿了哇，第3个优点，第4个优点，哇，更棒了。他说有耐心，为主的缘故，曾经经历患难从不退缩。我们都知道，初代教会这种患难是很普遍的啦，因为你知道，在主后300年以后，才慢慢那个基督教才被罗马政府所承认嘛，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有点人人喊打那种性质啦。不过以弗所教会能够存下来，就是具备了这样的特质，耐心为主经历患难不退缩。可能有人对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一些概念那这以弗所它是这个海港的城市，早期保罗经过很大的一个城市，曾在那边居住过，牧养这样的教会。因为以前交通海路的用水路的反而比陆路快，因为只要有帆船那个顶到风就很快。我最近在 FB 看到我们教会那个艳煌姐妹好棒，她写她去土耳其旅游，而且写得好详细。我说你比那个记者还厉害，都报道得很详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她的 FB？ 她可能现在还在旅游当中嘛我知道她可能有去过，会去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很漂亮的城市但是以弗所教会的遗迹也很漂亮。那你们都知道最近不是发生土耳其跟那个叙利亚的大地震吗？那以弗所这边是比较西边一点。那另外一个我们都很熟的教会，使徒行传讲的安提阿教会，就是在目前这个大地震在救灾的区域那反正土耳其早期还没被回教徒来统治之前，就是亚洲教会的大本营，所以约翰针对这7间教会，如果你翻开启示录1章2章就知道，他连续写了7间教会，一个是以弗所、士美拿、别迦摩推雅推拉还有沙迪、灰拉铁非、老底嘉。牧师国语不标准，你大概听不出谁对不对？可能一个知道老底嘉菲拉铁非也蛮好认的，因为菲拉铁非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美国的费城Philadelphia 的那个原名就这个名称。但是因为他们都在圣经没有很多其他的记载嘛，只有在这边提出来或者说只秀一下名字只有以弗所，它就是有保罗的以弗所书，所以就会更清楚了。那换句话说，无论是他教会的发展，无论是他在那个海港城市的一个地位这个一个交通或是运输，包括那个商业的中心，但是这一群人在约翰的肯定当中，这一些都是很美好的。那还跳过来一个比较有历史典故的，他说他们因为主持这正义，或是说坚持真理，所以他们就恨恶尼哥拉党。那现代中文说尼哥拉派的所作所为。那我们在座有些对文史有兴趣的，大概牧师不用太多解说，因为在初代教会那个时代，刚好是希腊文化最兴盛的时代。所以希腊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哲学哇，好多不同的流派啦他们各种学说。后来基督教其实保罗在宣扬福音的时候，很多时间是借用由
那个希腊文化的一种说法，或是希腊文化的一种等于一个载体来阐释耶稣的福音。但是也因为这样，很多人当时又没有标准版的圣经啊，是由使徒所传下来的口语的，或是一些简单的记录而已啊，所以很容易出现很多异端，或是外邦人的说法移进到这个教会里面。那有兴趣读神学的人会读教会历史就会看见初代教会出现的异端多到数不清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初的人天天没事情的老是想那么多。其实也不是西方人呢，我们不是在说中国文化最兴盛的时代就是春秋战国嘛，孔子那个时代，那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想很多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哲学思想反正那些思考早期那么早2000年前就有了。那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在以弗所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这个是教会内部产生的危机，或是教会内部产生的一个所谓的异端。外来的你可以明确切割嘛，但是内部的，所以这个它的来源有一个说法是说，就是初代教会一种跟异教妥协的那个异端教派，他们的教导似是而非啦，就是说属灵的自由，你知道属灵的意思是说，我的生命我的灵魂得洁净了，我信主得洁净自由了，所以我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包括拜偶像做不道德的事情我都不会被污染到。你知道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就是灵跟体灵跟体是分开的。我的肉体再怎么玷污我的灵魂都不会被污染到。这样的说法等于是说，好像你全赢了。一方面我得救了，一方面还可以享受属世的一些欢乐，或是肉体的一个欲望。当然就是人的软弱嘛，用这种说辞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那问题重点是，这个异端是从教会内部传出来的。原来呢，他们的一个研究是说，这个异端叫做尼哥拉这个党，原来就是当初使徒行传选出7位执事之中其中的一个啦。当然，这个一个学者的研究，我们没有办法有很多充分的来100%证实，但是很有大的可能是这个样子。他说，先相传源自于叫做尼哥拉的，就是后来成为7个执事之一了。我们再看到《使徒行传》6章5节有这样说辞，他说门徒的建立得到全体的赞同于是大家推选其中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司提反这位执事，他是一个信心坚定、被圣灵充满的人，然后又选出其他6个，就是腓利、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而且后面又提了一句多了几个字的，就是改宗加入过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大概就是在启示里面提到的尼哥拉党，他们把它连结到，竟然是初代第一次选出执事，一个是为主来殉道的司提反，但是又有一位自己自作聪明来做出一种似是而非扰乱教会的这样的思想的尼哥拉好，那重点是在于说，确实有这样的纷扰在教会当中。那约翰说，这一些事情你们都做得非常的到位包括要革除这个尼哥拉党所带来的困扰。好，那刚刚我们看了经文的脉络嘛，到第4节突然间话题一转，怎么样呢？说，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前面的肯定抵不过这一句但是但是就来了。所以约翰有提及说，有什么样责备呢？而且是一件事而已但是是严重的责备。就是第一个，失去了当初对主的初心了。原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这里，说
这个初心为什么会被约翰责备的那么的严肃，那么严重？那这个初心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也许我们小组可以去想说，到底这个初心在我的认知是什么啦？哈，那牧师觉得说，这个初信的时候对服事的热心，对真理跟圣灵的感动，这些可能因为你进入到整个教会实务的进行当中，规矩的进行当中，制度的进行当中，把这个原始的热情跟感动就突然间，也不是说故意忘记了，是疏忽掉了。好像觉得这个本来就有了，我不会疏忽，但他其实真的疏忽到。突然间想到说，牧师最近这1-2年，大家很多人在关心说，牧师你的膝盖好像有一点退化，所以不舒服。但是我会感觉到说，我觉得我平常很认真在运动啊、打球啊，为什么会脚会那么快就有疼痛出来哈？如果说70几岁再开始痛也差不多，但是好像提早的感觉。那我自己思考说，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我就是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意识。通常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爱运动哈，那你要注意哦，你会觉得说我都在运动啊，应该很健康啊，所以你就会忽略的本来就应该要小心的。你想说我大吃大喝，反正我运动就可以把它消化掉。那我说我的生活作息就是，运动的时候当然这段时间很舒服很快乐，但平常运动不够。为人说好像一个喜欢运动，想觉得我会健康，另外一个你又一直坐办公桌特别是这段疫情时间很少出去走动，那就是脚部的肌肉不够用啊，用不够多啊。那很多人也是这样子，他的生活习惯竟然被你认知的觉得 OK 的，那其实那个地方是在失去的。比如说有人很喜欢在室内运动，很少晒太阳，那发现说原来太阳最需要，你就需要去晒太阳，因为你身上的维生素，你再怎么运动，吃再怎么营养食品，只要晒1个小时的太阳就够了。那我们就把它疏忽到。好了，那个是我是一种生活上的感觉。其实以弗所教会有可能面对这样的迷失了迷失。第二个说这个失去的有第二个是失落了美好的团契。什么事呢？教会美好的团契和弟兄姐妹般的爱心失落掉了。因为我们看刚刚提到说那些严格的阶段很正直。很忍耐，辛勤工作，对作恶的人不姑息啊，而且实践真理按照真理清除异端跟骗徒，而且很多苦难都愿意忍耐。这样的特质的人，有时候多了坚持，但是少了爱，少了温暖，少了一种柔和的心。他们一直以为我就是这样做，我觉得很棒，所以。以前的以弗所教会，如果跟约翰所责备的，就是有一个差异。以前的以弗所教会是这样，没有倾轧，没有结党，没有不和，大家和和气气，一起为了教会，为了传福音，勇敢的向前。但是到人多的时候，就要管理了，对不对？要责备了，要指责了，要提醒了，要有制度了，要有传统了，慢慢就进入到一个管束的阶段，然后把原先爱心接纳都失去了。以前曾经这间教会心思很细腻，用爱心随时帮助人的，也都慢慢失掉了，因为为了管理嘛，为了秩序嘛。弟兄姐妹，大概我们不知道我们对中国目前的状况有什么样的意见牧师没有特别的一个主张，但是我是说。中国它有14亿人口所以他们的统治团队，他们觉得有一个最有效的用法，就是什么事情都听我的，你不能自己私自主张，不然的话一大堆声音出来我就管理不了。所以他们的严格很严格你说封控就封控，你不能随便乱跑你什么个人意见都不行他们觉得用这种方式才能管束但是有人觉得说，那这样我整个自由的表达，我的心灵自由都被
被约束到了。那常常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这样，你太注重制度，太注重那个管束，那就没有让人家有个灵的活泼跟自由出来呀。所以当时的以弗所教为了维护教会的传统啦、正统啦、制度跟秩序啦，就付出严重的代价。这个代价，这个写错了哈，那个代价，他们矫枉过正，为了消灭异端，把爱心都扼杀掉了，还为了这样子做就把原来好的东西失落掉。他们为了热衷消除行事错谬的人，就订立了非常严格的规矩。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用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会出来传福音，说天国的福音，而且他特别针对当时的教会的领导当局还有包括对当时最风声最大的，就是名声最差的，就是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如果跟以弗所比起来，他们也是行事规矩都非常严谨圣经背了一大堆，金句背了一大堆，照节期守没有人赢得过他们呐。但是耶稣一讲出来，把他们讲得一文不值。那你就发现说，好，这些规矩可以，这些原则可以，这些传统可以，但是你如果失去了最主要的，就刚刚我们讲的起初的爱心，那真的有一点矫枉过正，或是头重脚轻的了头重脚轻的。那这些教导，我们也没有觉得很特殊了，很奇怪，没有。我们刚刚讲说，耶稣责备了法利赛人，耶稣也曾经遇到一个年轻的官，对不对？他来见耶稣说：“你看，我应该守的都守了，我们教会的传统，我们这个犹太教的一些规矩，我都守得很好啊。我们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要守的吗？”有点类似非常的骄傲。但是耶稣说：“来，你把所有的都卖掉，来周济穷人。”他说这个年轻的官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所以当自己在强调自己的成功的时候，反之另外一面，他是缺了最大的一个漏洞。我们也看到保罗非常清楚的表达，说我愿意被火烧，我可以讲天使的话语，万国的话语，我能够做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看起来每一样事情都是很优秀的，但是说如果没有爱，那就像抗拒搏击，就像在响的锣，没有用。所以如果从圣经的整个教导来看，以弗所被约翰所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就很了解说，我们的主希望我们做什么，提醒我们做什么。刚刚说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要把最后一段做一个简单的提示。那下一个礼拜我们再做完整的完结，这样我们能够了解说整个前后段的一个思路那我们如果说教会一说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省思啦，那我们就要用一个标题的一个描述就好传统教会最怕历史悠久，那制度就越僵化，越不容易改变。意思是说，只注重传统制度、仪式规矩，失去了教会最重要的生命养分——爱心。我们教会要迎接50周年，我们一个里程碑，50几年。但是同时，我们在回顾过去到现在，我们是不是又要重新去检视自己说，到底我们是不是定了好多让人家的生命没有办法自由丰盛的规矩，或者说你一些制度，让一些爱主的年轻人没有办法进到服事的核心，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或者说我们以前传统这样，我们现在不能改。我就讲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可能大家有常听过，就说有些教会它因为很僵化、很固定的，每一个礼拜就是行礼如仪，那会友也都很固定。那就曾经有教会的一位姐妹，她应该也算是蛮
家境很好啦，或是他做聚会也蛮照规矩来的啦。但是他每次来做礼拜，一定要坐那个位置。如果坐不那个位置，他觉得很不习惯，很不舒服。所以有人占了他的位置，他叫他起来，说这个是我的位置，你不能坐。你会发现说，有那么严重吗？那我们不能说啊这样做有大错，不是啦。就他已经被那个传统的模式，或是他自己的行为模式，已经习惯到一种程度，只要一点点改变，他就不舒服。你知道吗？教会有时候稍微改变一下，他教会不舒服。以前呢，因为我们教会很自由，比如说第一堂比较照长老教会的传统，第二堂我们可以唱短歌哈，我们可以敬拜赞美。那我们不会说执龙执事，你只能唱一段哦，第二段就不能了，要停下来啊，不会吧？我们就随着圣灵感动，多唱几句也没问题啊。但是以前有的教会就这样子哦，多了一个仪式就不行啊，觉得说以前人家都没有这样做，你怎么这么做？甚至以前的传统的教堂，它礼拜堂特别是讲台的摆设不能随便移动他刚刚的理由说这个很神圣啊，比如说圣餐桌在这边，你移动了表示说你对神的不尊敬。那其实圣餐桌如果是奉主的名来设立，那才重要，不是你移到哪里重不重要。耶稣曾经在野外讲道啊，那圣餐桌你要搬去那边吗？那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在腓立比他的西边在那边的西边传福音讲道也不在礼拜堂。换句话说，人常常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来界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统。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说教会，其实很多公司、很多的那个单位都是因为这样才被淘汰的。好，那我说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讲，我只是说把那个标题来分享一下。我们常会只重视传统仪式规矩，失去了最初的生命的养分爱心。那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欧洲的教会都是这样子文明古国希腊、欧洲国家也都是这样子，包括我们现在的科技也常常会发生这种现象。我们喜欢看产业新闻的明明这一家公司前面的市值一大，哇，那个高居什么排行榜，突然间一个政策错误，或是一个发展的方向错误或是他不知道现在的人需要什么突然间他整个股价就掉了好多如果不小心就爬不起来了。以前年轻比较老一代的都知道说 Intel 这个公司就是不可撼动，对不对？那现在新闻有讲说 Intel 这个公司在追我们台积电，追不到，可能要好久才追得到。因为什么会变化？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原先的成功变成他后来的失败。好，所以教会组织越久，它就成为一个俱乐部化，只重视排场关系跟情谊，失去了传福音、抢救灵魂的敏锐特别是扶助弱小，那些教会中有缺乏的人都没有看见那第二个是我们说尼哥拉党所带来的效应，就是跟世界妥协，滥用基督教最核心的真理。那第三个就是信徒加入教会越久，原始的热情感动就失去了。我们常会提醒弟兄姐妹，你刚进来教会很热情，传福音，很多事情都很新鲜你又经历到圣灵给你很多的回应，但是久的时候你会被导入一个制度，导入一个规则里面，慢慢按照这个规则走，而不是你听到圣灵的声音。那就是刚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所在提醒我们的。但是也不能说我自由牧师，我听到圣灵跟我讲什么，哇，那乱掉了，对不对？它就要有一个遮盖的，有一个属灵的原则的。但是就是说不要偏废到用一种制度、一种规章，把人的自由都限制住了那牧师下礼拜再跟大家一起分享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样的经文重回信仰的初心呢？属灵性的恢复。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祷告后，欢迎弟兄姐妹，你有属灵的需要，刚刚我提及到了，你要需要个人的服事为你祝福。其实不只是身体的病痛了哈，特别年轻人身体状况都很好，但是你能够在心灵中有什么样的祷告祈求，或者一个盼望，或是你要为你所关心的人，长辈也好，亲人朋友，或是你有一个工作要转换，或是你的学业要突破，或是你整个人生的方向要转变的时候，都可以到前面来一起接受我们同工的为你的服事祷告，因为神看重我们的心意了哈。所以等一下牧师祷告完一起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要请敬拜同工来带领诗歌，我们也请代祷团队长老有在场的一起来为大家来做服事。我们先来做祷告来预备。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从启示录第2章所提到的以弗所教会，很多他们美好的表现，甚至我们都无法达到，但是却在经文当中，使徒约翰责备他们，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失去了原始的初心，就是爱心。主，我们很警醒，知道说，我们常常自以为什么事情都已经达到上帝要求的目标了，但是却用自己的方法去约束别人，导致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信仰初心。神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愿意在自己觉得很顺利成功的时候，再次检视自己，是不是我所谓的成功，我所谓的各样行为称赞的，但是在神面前并不值得称许。主啊，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因为常常愿意在神面前倾听圣灵的声音，知道我们所努力的、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愿神带领我们以下一起服侍祷告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被服侍，都愿意到前面来我们要唱这首诗歌，这一首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祷告医治的诗歌，华语的全能医治者有1节跟2节。那第1节唱完，有弟兄姐妹愿意被服侍、被祝福的，就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先唱第1段再来就预备我们请程序单来回到这个诗歌的部分。我们到诗歌，请来，我们看歌词。我医治者，不要客气，到前面来。是全能医治者，他以华名来医治我疾病。不要客气，宽一点没关系，左右宽一点都没。我医治者，第2节，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以华名来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医治我。我们再唱第1节。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他是全能医治者，他以他名来医治我疾病，你是我医治者。音乐继续，稍微暂停一下唱歌来，我们看前面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位置摆不下来如果还没有摆不下去的，请同工注意说他是被服侍者或是服侍别人的牧师做一个报告，我们就要开始。这些走到前面的来，他们心中有一个祷告，愿神听他们的祷告。也许你没有办法跟服侍者讲得很完整，那你就单单说为我的需要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你心中也讲说：神啊，我需要的是什么？在座的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也要邀请大家一起
为前面的服侍者祷告。第二个，为你，比如说你的亲人、你的需要啊，你也要为长辈有病痛的祷告，你可以一起祷告。因为我们在座每一位都不是其他人，就是每一位都是参与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做服侍的祷告。我们请同工开始预备，我们请在座的弟兄姐妹，请你也站起来，可以吗？我们一起举出你的右手，祝福的祷告，守望的祷告。我们也请同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轻轻的唱，再唱一次，开始做服侍的祷告。不要客气，勇敢讲出来啊！你的需要，勇敢需要代祷的部分。哈利路亚，感谢主，请弟兄姐妹用个守望的手，为前面的代祷者，或是你心中所感动的、关心的，我们教会的同工、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周报里面所看到的代祷的名单，都为他们做服事的祷告。感谢主，感谢主。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医治者。感谢主，感谢主，求神的医治临到。我们每一个需要代祷的，被神所医治，被神所应许。你是主神，来医治我。继续轻声的唱。有的还没有被服侍的，等一下举个手啊！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是全能医治者，你以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我神，我医治者。我再一次轻轻的唱。有的同工要服侍2位到3位啊！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哈利路亚，主啊，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啊，求你赐下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还有没有被服侍的举手一下？第2个要服侍的举一个手，摇个手啊！不要客气。前面还有人啊，来，前面还有服侍者，来到前面2位问一下，看谁还没有被服侍的。他是全能医治者。这边2位看看还没有？问你看看2位，这2位看还没有？好，还没有，来，这位前面1位，这位也是。主耶和华。我医治者，还没被服侍的摇手，我们才不会疏忽到了哈。弟兄姐妹，你为自己关心的人，所爱的人，所家庭的亲长，来为他们做祷告。愿神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继续，再一次，感谢主！我们要一起服侍完。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还没被服侍到的，再摇个手，才不会漏掉你。来医治我。好，我们全部再来唱一次。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医治我。好，音乐，请继续。牧师要做一个宣告的祷告，请弟兄姐妹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啊，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愿神的恩典赐下他的医治跟平安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将所有的服侍者，所有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因为你应许我们，只要2、3个人
聚集，奉你的名祷告，你就要在我们当中。你应许我们，当我们有病痛，无论是肉体的病痛、心灵的病痛，只要有长老为我们按手，神的应许就要临到我们当中。无论是在前面这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你面前的恳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所有的祷告，愿神都垂听，愿神都应允，愿神赐下你的神迹奇事，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许他们，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照你的旨意来得出你的恩典跟祝福。奉你们的祝福，在线上弟兄姐妹需要代祷的，也求你赐下恩典跟医治在他们当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拍手感谢主，谢谢同工，谢谢，请回座。谢谢很多人到主面前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好我们这个祷告时间到这边，我们请回座，也请执事开始来收奉献我们接下去的程序收奉献，感谢主。一起来奉献，请司献执事开始传奉献带，请大家预备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起立唱奉献诗歌。请坐。报告前，我们先来读本月金句，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一页。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历代志上29章14节，我们再念一次。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历代志上29章14节。请翻开周报第2页。本周跟下周的服事同工，请大家自己过目。本周228连假，爱心午餐暂停一次。周报第3页，聚会讯息，请大家自己过目。消息报告第4页，肢体交通第1项，本主日2月26日为228公益和平主日，总会在各地举办纪念活动。
中会教社部举办电影《流麻沟15号》特映会，今天下午3点，兄姐可到南神颂音堂来观赏。第2点，代祷团消息，欢迎兄姐报名耶稣受难前40天连锁禁食祷告，日期从明天开始到4月7号礼拜5，欢迎所有富强人一起参与。欲参加的兄姐，请到教会公布栏登记。禁食期间的祷告主题跟内容将放置在招待桌上，请自行来取阅。关于大斋节的简介，请兄姐自己过目。第3点，小会报告，议决接纳事项，请大家自己来过目。我们办公室还有会员和会手册报告书剩余的，欢迎兄姐上礼拜没有来参加的会员，可以来招待桌来索取。第4点，教育装备服事团队定于3月18号礼拜6举行新竹新恩堂潘荣龙牧师专讲，讲题是创意查经，地点在本会教育中心地下室主堂，欢迎全体兄姐届时踊跃参加。婚礼喜讯，本会黄坤山兄与陈慧圣姐夫妇的长男黄义恩弟兄与吕新慧姐妹，定于3月4号礼拜6上午10点，在本会举行婚礼，欢迎兄姐踊跃来观礼祝福，并为新人婚礼筹备顺利及建立蒙恩幸福的家庭代祷。第6点，丧礼关怀，本会胡慧莹老师、胡天祥牧师、牧师娘的长女，在2月18号礼拜6蒙主恩召安息主怀，定于2月27号礼拜1明天上午9点，在台南市立殡仪馆怀泽厅举行入殓及追思礼拜，邀请兄姐前往参加，关怀慰问，并为遗族代祷，求上帝赐下安慰。其他消息报告的部分，今天爱心午餐暂停一次。228连假期间，本会办公室2月27号到28号休假未上班，如果有急事要联络，请联络夏牧师。本学期奖学金申请可以到办公室索取申请表。本会张正玉老师陶艺展消息，地点在民权路吴园公会堂 B1 展览室，请兄姐踊跃参加观展。第6小点，本会吴崇岭老师天播音乐教室活动，3月5号礼拜天下午1点，在成大凤凰树剧场举行。另外一个活动，3月12号主日下午3点，在台南后火车站大圆柏户外广场，也有爵士鼓成果分享会。第6页肢体交通，第6页有门徒培训事工研习会消息，我们请自己来过目。第3大点，孙宝林牧师《使徒行传》的今日意义，本周四正式开课，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
第7页松年团契报告事项第2小点，3月4号有影片欣赏。关怀代祷事项，请兄姐为台湾内政及外交、国家复兴守望代祷，为本会事工及国度福音代祷，也为病痛中兄姐得医治来代祷。中会及社区消息，请大家自己来过目。奉献金额如果有错误，请兄姐来向财务组的同工反映。那以上报告，请夏牧师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来做一个补充。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边有介绍到我们这个主受难前40天连锁祷告，明天就要开始了哈。那我们有印出牧师手上这一张 A4 的哈，就是每一天每一餐祷告的内容。换句话说，大家同心为，比如说礼拜2的中午，就是中午的那个时段，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当然，其他的你有感动的都可以一起祷告。那一直提醒说，弟兄姐妹，我们有参与是表示你连接到这个链子里面哈所以比如说刚好我中午外出本来是我进食时间，其实也不要太死板就是也许车子停在路边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也算是祷告，就是你把心意连接到这个40天的链里面。还有包括可能有人体质不适合进食也没关系，喝流质的可以或是不吃就是吃正式的餐都可以这一点是重点，是参与，还有一起同心，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欢迎大家如果还没签名的赶快去签至少你参加一个礼拜1次我想对我们的身体状况都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是因为我们要专注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周报有报告说，大斋节大斋节它的算法跟我们40天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大斋节呢是会把礼拜天扣掉，礼拜天不算所以有40天如果加上6个礼拜天就有46天了那个只是让我们知道教会传统节期的一个算法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第二个，我们这个和会手册，如果上个礼拜没来参加的你可以拿一本回去做参考特别里面有很多奉献的资料，还有包括你的所属的团契小组的事工，可以看一下做一个纪念或一个这个参考这样子那我们其他的消息我再补充2个。第一个就是这个礼拜4开始，我们就有神学院的教授特别来我们富强教会开班要举行这个使徒行传今日意义的一个课程那我问到会籍执事，原来如果正式有学分的要交好1-2万块，反正我要拿学分就是按照课程的学分会来，但是它开放给我们会友只要你是旁听生如果你有一天觉得说我要写报告，我要写作业，要把它正式的学分也可以再补你看刚刚牧师领到一本他们这个孙宝流牧师写的这个使徒行传见证基督这本书这个香港印出来的非常棒的书如果你觉得想参加礼拜4来旁听就已经很棒了欢迎大家踊跃这个准备开始特别是刚前面的导论很重要，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4早上晚上的是7点到8点40，有一点早有一点早，所以大家要赶快下班的时候赶快简单吃一下就来教会了但是旁听要交1000块旁听要交1000块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要不知道那个以信还在这边，以信来，他们这对昨天新婚的夫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给他祝福拍手一下，谢谢。很棒昨天很多弟兄姐妹都来给他们祝福，他们应该是非常非常感动，所以你们要记住，
昨天所有来祝福你们的人哈所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让大家看到是我们教会新的一代有神特别的恩典哈。牧师特别感动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以信跟宇璇都是我们教会的青年所以大家都很熟，所以昨天等于另外一场大型礼拜，联合礼拜。好第二个是看到昨天那个基甸牧区李伟教授他们带领的非常棒，他们全心参与各项细节都做得很棒那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感动这些年轻人如果组织起来那不得了下给完呢真的我们期待借由这个婚礼的进行，看见我们年轻一代他们的投入、他们的创意以及他们的行动力，那也成为一个我们看见的神给我们的一个 sign 和一个印象。那我们新的一代能够在这个婚礼当中看见神的恩典好今天呢，因为连续假没有午餐了大家可以自由了特别有很多人说礼拜完才出游的求主带领我们一路都平安。听说明天天气好一点了有的已经在外面了我们求神带领，无论在线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路都平安，出入都平安，感谢主谢谢。请起立，同心来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吟诗完，请牧师祝祷。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恩典跟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特别是在这个连续假当中领受神恩典更多。愿三位一体的神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请做默祷来避讳。是。第二堂礼拜。